下去吧。小野，来。哼，背后袭击我。 小严呐，你是废物吗？你是废物，啊，就这点本事？罚你啊！结束之后继续好好打扫卫生。哼！小严，没什么。 最近来的挺勤呐。那个葛叶，每次都是暗劲，打得我浑身都疼，睡觉的时候连床板都不敢沾。要不是我斗气护身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被打废了。葛叶是纳兰家的人，纳兰杰看你不顺眼，葛叶当然要拼命巴结了。纳兰家，等我有一天练成了，练成又怎么样？去打不如你的呀。也不是。记住，要感谢那些伤害、欺负你的人。如果不是他们，你哪能那么精进？过来吧，教你些新的。急火。 取药。找什么？找勺子。你当我这是初级课堂？用手取。你真是笨出水平了！让你用手取，是用斗气吸。 你金刚不坏之身啊，还直接拿手往里面捅。怎么用斗气吸出来？走啊，还回来干嘛？我又不会萧炎哥哥长，萧炎哥哥短的巴结你，回去当你的大少爷，去啊！嘴痛快了。 嘴说痛快了就赶紧叫，我手都成酱猪蹄了，你好意思？看好了，要把草药中真正的灵液提取出来，切记，药材不可落入体中。
温度太高，凝液的纯度就不够。重点在要把斗气形成斗气穴。这个气穴很大和谐，但要想到可以精微掌握，让草药均匀受热。等到灵液提取好了，再用你的气血把它移动到容器中。这需要充分的斗气，而且要可以精确的掌握。你就用你的小猪蹄慢慢体会吧。不错嘛，有长进。那也是多亏了葛长老。你不是能挡吗？啊？还是活干得少？今天继续罚你干活。小眼哥哥，没事吧？哎，你说你得罪谁不行？你得罪葛叶长老，这也太不长眼了吧？啊？他心眼特别小，心生巴结他都来不及呢。你这倒好。主要是我也没有得罪他呀。呀，不是，他打你一拳，你就躺下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还给扛住了，就嫌你能是吧？听哥哥一句，这逞能的事儿咱千万别干，淹死会水的，打死顶嘴的，你非跟他较这个劲干嘛呀？你要想练功，自己租个训练场，怎么练没人管得了你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就这儿啊，这小楼每一间都打扫干净啊，这是老师自己练功的地儿。这个点儿，他们吃饭去了，你就踏踏实实做吧啊，快去吧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走走走。哟，小子，敢到这儿来偷东西？你长了几个胆子？我是来打扫卫生的。这可是古河长老的药房，等闲人都进不来。走啊，去长老院。走吧，走吧。你敢打我？你打我一个？去长老院可以，可是我不是贼。今儿我们俩执勤，经过古河长老药房的时候，听见声音了。这小子运气不好，还没偷到手就被我们给抓住了。什么叫没偷到手啊？他还不承认。明明就是葛叶长老通知白城，叫白城通知我去打扫药房的。我还在擦架子呢，突然发现地上有已经打碎的丹药，我正纳闷儿，你们两个就突然冲进来说我是贼，搞错了吧你们？本来就是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打扫过药房啊？啊，我是让你去打扫训练场。再说了，你打扫训练场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你还不知道，每次不都是我亲自告诉你的？我有必要让那白城叫你吗？莫名其妙。叫白城来，白城呢？刚才已经派人去找他了，现在在门口候着呢。白城，进来。古长老好，藤山长老好，若琳导师好，葛长老好。好什么好？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告诉他们，我让你白城通知过萧炎去打扫药房吗？
没有啊，你说什么？确实没有啊。肖师弟说了，他想见识一下学校，我就带他随便转一转。我还特别跟他说了，别的地方你都可以去，这古长老的药房是学校里的禁地啊。莫说是我们这些学生，就算是长老们要进，也得先打个招呼呀。哎呀，师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再说一遍。那刚才我在路上就听说了啊，你在偷古长老的药。师弟呀，咱们斗技学的好坏是一回事儿，做人最重要啊。把怎么地？行了行了，嘿你，把他拖走。是。走。嗨，就是个贼，古长老，损失不大吧？这不是损失的问题，是性质太恶劣。我看萧炎他那么的恼怒，哪有做贼被逮到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？应该再问清楚一点才好。没什么可问的了，你刚才不也看见了吗？当着咱们的面就敢打人，对，无视校规，无视校规，成何体统？必须得处理。我举双手赞成。说吧，怎么处理？开除，废了他斗气，给他赶出校园。赶出校园吧，就让他回去到那药铺接着干。没什么意义，就这么办了。好。奇怪的事情我倒是见了不少，还真没见过扛着扫帚、拿着抹布偷东西的。你们见过吗？萧炎被发现的时候，手上还拿着抹布，现在小偷偷东西都使抹布了。哎，他就是偷了东西，跟有没有抹布有什么关系啊？各位长老，你们要废了一个孩子的斗气，将他除名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孩子的一辈子就毁在了我们手上。我们作为老师，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？葛长老，你如果坚持要这么处理，你先说服我，他为什么要扛着扫帚，拿着抹布偷东西？我哪知道啊？是啊，有人亲眼看见他偷了，他也不跑，反而跑去跟他们吵架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大胆的小偷？他打人，你总看见了吧？对呀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按照校规，罚他关禁闭，没有问题吧？那就这么办吧。好好待着，走。怎么办？气死我了！白城！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回来了？怎么萧炎被关禁闭了？还不是白城那混蛋勾结黑白双煞，污蔑萧炎，说他偷了古河长老的东西。黑白双煞是黑白混蛋。对。那薰儿知道了吗？薰儿刚刚哭了，现在给萧炎送饭去了。喂，走开！干嘛？你干嘛？告诉你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学校禁止私斗，要是你也进去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说你个胆小鬼，你躲开！你回来！咱们不是不帮，只是得讲方法，对不对？那黑白双煞人多势众，我们就这么冲进去，不是找死吗？对呀。那你说，那怎么办？你俩慢慢想吧啊！不是，你别走！你干嘛呀？你回来！顾家，哎呀，师弟们呀，我听说你们老大被关起来了。
要干嘛？都到齐了吧？今天晚上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全都烂在肚子里。爱说梦话的，自己把舌头割了。魂殿的大人到了吗？到了，走。萧炎哥哥，我们来接你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忘记收拾了，我跟虎家现在收拾。我被关了几天啊？3天。你们受了不少罪吧？啊，没事，能有什么事？你们收拾吧，我睡了。那里好像有问题。是魂殿的人吗？血宗，魂殿的奴才。血宗？但这有点奇怪，血宗怎么会混进迦南学院的？还拉了几十个学生在那里秘密结盟。看来你们学校的老师啊，是真的眼都瞎了。所以你需要用你这双眼睛去看清楚那魂殿使者是谁，记住他的脸。可是恐怕我现在也出不去了。哟，蔫儿了！你平常不是很胆大妄为，当着老师的面都敢打架吗？外面那10几个老生一起上，我再厉害我也扛不住啊！待会儿我把斗气啊灌到你身体里，不要下杀手，不要打死人，看清楚就走。我去看看。
今天举行血盟，反映了邪者庇护无边无量之神力，你们是不是自愿的？自愿。引我邪者，可获500年寿命，得无数神奇法门。若是背叛我宗，你们会受万亿噬身之苦。愿行血盟，都是自愿的。喝下去，可就成了魂殿的奴才了。你们想清楚了吗？范毛。没事吧？走，走走。少爷啊，你这什么动静？怎么了？就这么一推，能生火？我这个有时候灵，有时候不灵，你别问了。走。魂殿的人竟然都渗透到这里来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学校，通知长老爷，只要能抓住黑白双煞，剩余的人员都还好办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少爷。我告诉你件事，你可不要怕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条蛇在你头上！
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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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。萧炎同学，现在几位长老都在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你昨天晚上不是在做噩梦吗？我确定，一切呢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，萧炎，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。叶迅同学和雷雄同学之前抓到你做贼，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可不要编造这个事件来进行打击报复。我的每一言每一语都是真的。萧炎，那你告诉我，离鸠崖在什么地方？没找到。你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吗？实在有太多的疑点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魂殿的人有没有到斗气大陆上来？这都非常值得怀疑，更别说渗透到咱们学院了。萧炎，我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看见魂殿的人了，那我想问，魂殿的人长什么样啊？回答不出来就对了，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。你现在说，你不仅见过他们，而且还从他手上逃出来，那你本事确实比我们大家都大。反正我是不信。我也不信。哈！哼，这是哪一出啊？这孩子打的是血宗的手印，他没有说假话。相信在座的都知道，这张图上正是魂殿的血迹。
你说这萧炎，他会不会？你过来。你抬着雷球，跟我走。放松一点。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我知道错了，老师，就一下，老师饶了我吧！你不要害怕，老师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很快就好。老师，救救我们吧！老师，救救我们啊！没有什么好怀疑的，他们的血里面都渗透了魂殿的邪术。这不是虫子，这是蛊。进入人体后，3日可入脑，人就会变成行尸走肉。母虫的根源在魂灭生的身上，到时候它就可以予取予夺，宿主就会变得生死不能自己。魂殿真的是阴毒啊！如何将这虫子驱出来呢？没有办法逼出来。斗气越高，虫子感应力就越好。除非自废斗气成为废人，虫子没有感应力，也许还能苟活一生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守住这个秘密，才能安住学院的人心。一方面派人去找林修崖，另一方面继续审问他们俩，把整个学院里边任何和魂殿和血宗有关系的人，全部给我找出来，废了他们的斗气，开除出学院。从即日起，取消所有户外活动，通知学生们整理内务。好，我们要拉网搜查。我真是不明白，学院的炼药技术和斗技都是1等1的，这招来的孩子也都是好人家的，为什么他们要加入魂殿呢？这虫子可以活上500年，也就是说，宿主也可以活上这么久。魂殿的人并没有骗他们，他们是受了诱惑呀。行了，有我古灵冷火拖着你，你没那么容易死。
茶壶里放酒。哎，这玩意儿你是怎么得到的？那条蛇被我用古灵冷火烧死之后，就变成了这样。说来也奇怪，那蛇一点生命都没有，估计是幻化出来的。这可是魂殿的东西，而且还是一件传承有序的法器。这上面还有魂灭生的气息。那怎么办？赶紧毁了它！算了吧，离开了血宗，我看他也发挥不了原来的邪性。学过兵器吗？我学过一点刀法，但是练得不好。我呢，传你一套斗技，燕分狮浪尺。举这个东西是要用力气的嘛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没有力气拿起来。你搬东西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你的力量，但你的气没有跟上。力是力，气是气，懂吗？这样吧，你把自己想象成是庙里的佛像、天王，他们在那边一动不动，可这个裙带呢，就这么自然地飘起来。这个现象就叫做斗气盈满。等你可以真正掌握力气，你就可以举得动它了。看好了。燕分狮浪尺第一式。燕分狮浪尺第二式。燕分狮浪尺第三式。这第三式啊最难练，你要以气御尺，让它在你面前不停地旋转攻击，你的双手才可以解放出来，这样它就是你最好的帮手。你先来第一式吧，练成之后你就可以出去了。练成那也不够啊，到时候打那个范老，肯定还是要靠药老您的斗气。干嘛老借别人呢？不会自己练？我怕来不及啊，肯定还是您的斗气和异火好使。别忘了，纳戒里的时间比外面慢，你可以练成的。范老肯定也在找这东西，没找到之前他不会伤害你朋友的。你呢，把他扛在肩上，去跑个几圈，习惯一下他的重量。去吧。
一出默剧，视线有武器试探的证据，暴晒很彻底，月光正坐下在祷告，乌鸦张开嘴巴，嘴巴，嘴巴。收拾好角落，全让脆弱的玩笑。走吧，走吧，别随便咳嗽。拉开了双拳，瞄准沸腾的时间。走吧，走吧，别大声反驳。收拾好角落，全让脆弱的玩笑。走吧，走吧，别随便咳嗽。拉开了双拳，瞄准沸腾的时间。走吧，走吧，别大声反驳。再让我寻留黑暗的自重，忠诚的困守。感觉到背后焦黑的烟斗，沦陷的图谋，像暴力竞技，反转后重现默剧，让真相从怀里远在。自从进了学校，就没见过萧宁、萧可。没想到，他们两个被魂殿给吸引了。他们两个从小就不学好，也是给萧家丢脸。先不说这个，轩儿，这么晚了，你待在这里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怎么不合适了？你现在还有心情想这个？你说，林轩崖会不会被他们给带出学校了？没可能，学院四周都有长老看护，血宗那个家伙，就算本事再大，也不敢出这个眉头。那他会不会被……乌鸦嘴！这么冒险的事情，我就不应该交上林秀雅。他爹娘死在魂殿手里，如果他再有什么意外，我原谅不了自己。什么呀？我还不原谅你呢！你们出去都不带我。就是不带我，觉得我不行，看不起我，怕我拖你们后腿是吧？嘿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，哎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也是怕你们不安全嘛。你关禁闭那天，老生来把我们痛揍了一顿，把我们在黑角域抢走的能量符都拿走了。林秀雅跟我说，怕你知道会冲动。没事，我会再去找他们的。你看，又不带我们，要是什么都自己逞英雄的话，就不用我们这帮兄弟了。这兄弟嘛，还是有用的。哎，都说了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记得我把门别上了呀。我的玄正纸呢？你说什么？你把我的武器带到哪里去了？不在我这里。在哪里？在老师那里，我拿了，明天给你送过去。明天晚上到传法的森林来找我，拿着玄正纸交换你的朋友干儿花粥，你们都得死！
器我给你带来了，把我朋友放了吧。你这个破武器啊，真是够沉的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使它的。你想要吗？让我回去禀明宗主，自有恩赐。那你那10几个弟子呢？他们事机不密，被你撞破，斗气也被废了，这是罪有应得。我要是能带一个萧家子弟回去，倒是给宗主的一份好礼。我会去找他的，不用麻烦。把我朋友放了吧，东西我都给你拖过来了。不跟我走，你就陪他一起死吧！刚才那是第一式，现在看我第2式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人说话果然都不算数的。看我第3式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没事吧？没有折腾你吧？你说呢？都被倒挂1天了，腿都麻了。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背你啊？你的斗气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那个有时候灵，有时候不灵的，别问了。你才刚进城斗师，所以才承受不住经脉受损。真想早日变强。面对强敌，我再也不要这么被动了。别心急，小子，我先帮你疗伤，等你恢复了，马上修炼夜分式浪尺第2式。安息坐下。
昨夜长老问询了10几个学生，有的学生说看见了萧炎和那个魂殿使者在交手，还不分上下。1、2个人这么说，大概是神志昏聩。可10几个人都这么讲，难道是集体发疯？昨天咱们多少人出去找林修崖呀？啊？为了防备魂殿的袭击，一个长老带1队高年级的学生都没找着，他轻轻松松就把人给带回来了，凭什么？林修崖受了重伤，萧炎也受了轻伤，我让他们回宿舍疗伤去了。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，他自己说是他运气好。这种话米长老也信？我的意思，把这2个给叫到长老院来，严加看管，谨防串供。您觉得呢？萧炎这孩子，上次上我课的时候，已经是9星斗者，可这和魂殿的使者比，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跳蚤。也就是说，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高手。我到森林里去看过他们打斗的痕迹，那斗气，恐怕我们学院里没有1个人能够办到。昨晚那个受伤的魂殿使者，天亮之前冲出了学院。看守校门的若琳导师，你自己说吧。我就听见他笑了一声，然后一道红光就过去了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他在斗地写的校名边上留下了一个手印。我把它凿下来了。什么手印？手印啊，就是啊，看看这个不是。啊！这一学这个是啊，这是看热闹，这是怎么想的？对，这可是斗宗级别的人物啊！这事儿那就更蹊跷了。萧炎不过是一个9星斗者，他怎么敢去挑战魂殿的高手呢？哎呀！而且在场所有人都说了，他们俩竟然打了一个平手。难道萧炎也入了什么邪门歪道的组织？萧炎身上的斗技是星陨阁和萧家的，没有嫌疑。我是在想，这件事情最初的疑点，究竟是谁把这个魂殿使者带进学院的？除了雷雄供出来10几个学生以外，究竟还有谁？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学院里边住了有多久。黑暗将至，天下从此多事了。你说这米藤山跟着萧炎是不是串通好的？每次我一说要查萧炎，他是左一绕右一绕，哎，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，怎么回事？魂殿的使者混进学院的事情是查不得的，如果查了，查不出结果，我们如何交代呀？以后还有什么学生会在学校里面待着？传到皇室那边去，我们如何收场呢？长老院的人是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火给灭了。唉，这帮老狐狸。哼，就是这帮老狐狸，他们的工龄比我们的年龄还要长，都已经老到尾巴上长白毛了。你就忍着点吧。哼。
萧炎兄弟，洗衣服呢？看来你还是没有接受教训。什么意思啊？哪儿麻烦你去哪儿，你叫我怎么说你啊？这儿可不是黑角域啊，你那些小伙伴也不在，今儿你算是折在这儿了。这学院里啊，是不允许私斗的。私斗？哎呀，前2天我们就在这儿，把你那3个小伙伴林修崖、昊天、虎家踢得跟球似的满地滚。他们在黑角域分的赃物也乖乖上交了。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去说吗？因为那样死得更快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也要我把全部赃物都上交吗？哎，说对了。而且我不管你是从别人那儿抢也好，管家里人要也好，每个月给师哥们奉献1万张能量符。这个要求不高吧？不高。1万，我还真没有那么多。要不这样，你借我点。我看你还真是欠打了。来，今天不打服他，我们也别混了。好啊！哎，你们也来！不负来战，不惧纷乱，地抹天旋，生灵涂炭，长恨苦恋，付出水面，此生可见飞白如莲，恕我心愿，长梦难圆，是我诺言，经历修炼，凝固瞬间，烟雨容颜，终身一月，无恩无怨，后知终点在手，年少无愁却想烦恼，别烦恼，山呼海啸，只唱纵天下地小，混沌展现外道，纷扰任谁斗，插翅难逃。黑手来战，师哥，咱没那么熟，别行这么大的礼。萧炎，有种你跟我弟打去！不是，或者你等我啊！你等我准备好，我服了！我服了！还想反抗？抓住他！都给我听好了！今天打你们，是为了让你们记住，我们新生不是用来给你们老生欺负的。就是。
你们要是想报复，可以。这屋子的人，你们只要动一个，我们就一块来找你们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说什么？听到了就走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的？没有。受伤的无所谓，今天舒服了，明天怎么办？明天干嘛？害怕了？今天我们4、5个打1个可还行，万一旦落单了，还是没着落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要不咱们也成立帮派，把大家团结在一起。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了，才能不受老生的欺负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叫什么帮？水房帮？叫盐帮。要不是今天你出的主意，我们还不知道被欺负到什么时候呢。你来当帮主。赞成。嘿，什么呀？我就当帮主。盐帮，换个名字再考虑一下吧。哎呀，就盐帮了，就叫盐帮，就盐帮。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再也不要受欺负。若琳老师，哎，你们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，想找你签个字。申请表我们都填好了，名字叫做像火焰一样温暖帮助同学小组，简称盐帮。对了，盐帮要开展的活动包括团结新生、联合老生、帮助落后的学生、追赶先进的学生。让大家在这个学院的大家庭中感受到温暖。帮主萧炎，也就是帮助同学们的主要代表；副帮主萧薰儿，骨干成员林修崖、顾佳、昊天。我们承诺团结友爱，好好学习，绝不给老师添麻烦。您的名字签在这里。对。萧炎，真是说到谁谁就到啊！我上面谋策，申请表都写好了。水房的事儿，我昨天晚上都听说了。那个叫白城的同学，在我的窗户底下哭了足足2个时辰，吵得我一整夜都没有睡好觉。若琳导师，事情呢是这样子的，白城他昨天想家了。他呀从小到大都是他爹娘帮他洗澡，他现在一个人出来上学，他不习惯，所以他每次到了水房，到了澡堂，他一看到水，他就难过，他就想哭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几个呢昨天已经好好的安慰过他了。对，学院禁止学生私下斗殴。新生入学期间，学院对成立兴趣小组管得特别严。这事儿啊，我不能随便答应你们。若琳导师，我知道你对我们最好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刚才你们说成立的那个兴趣小组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像火焰一样温暖帮助同学的小组。好啊，既然这么说了，
那你们就要说到做到，对待白城呢，也要多关心、多团结。他毕竟是你们的师兄嘛。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，说开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们保证做到。保证。还有，你们的帮规上必须要有惩罚措施。有，早就准备好了，老师，早上让我来。老师，你看，严帮惩罚措施，看，若私底下斗殴者，负责人帮主萧炎；若破坏公共设施者，负责人帮主萧炎；若中饱私囊、私藏能量符者，还是萧炎。怪不得你们写完不给我看。行啊，既然责任人已经明确，那万一要出什么事的话，就有责任可循了，是吧，萧炎同学？是，对，有章可循。签这儿。那么按照学院的规定呢，学院都会给新生提供一间活动用房。放学之后呢，你们到长老院找我领钥匙。好。太好了，我们有自己的训练场了，我们平时就可以在那练功了。对，是啊，只要有了屋子，我们就好好装饰一番。钱不是问题。好，记得你们今天承诺的话，加油！感谢若琳老师，谢谢。快走，走吧，走。谢谢老师。耶！哎，我说老二，又长进了，还行吧，反正没你那么丢人。我怎么丢人了？不是老二，说话能不能给你哥留点面子啊？黑角域被那帮小子算计了，不止我一个。再说，我在水房那儿被他们摁着打，你不管，丢的谁的人？哎，咱们家可就你这么一个高手啊，你就能看着哥哥我这么受欺负不伸手？哎，你好意思吗？其实我早就想揍他了，就是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私斗这事儿违反校规，我可不干。像你一样，跑到水房让新生给打一顿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哎，下战书，你给他下战书啊！我多大他多大呀？我给他下战书。呸！不是，那你就看着我挨打呀？啊？咱们兄弟俩这口气就这么忍了吗？等我找到机会，打不死那小子。你不是说凑钱不是问题吗？我当时不是一激动吗？傻样！哎，你说谁傻呢？你。哎呦，装修这个地方可得花不少能量符啊。我跟你们说，这里可以隔出好几个房间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修一个炼药室，那边呢累的人可以休息。那儿再放2个茶桌，我们可以喝茶。另外，我还要个很宽的回廊。前面那片荒地，我们可以整理出来种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这个修炼室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这个修炼室了。只是这个能量符，我们再想办法好了。哎，不过说好了啊，我们盐帮千万不可以像老生一样去抢别人的。我想到了，我在跳蚤市场的时候呢，看到好多人卖那个高阶聚气散，我在家里学过这个，我们可以做，然后出去卖。是啊，我们可以炼药赚钱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赶紧把大伙儿聚起来，今天就是我们盐帮成立的纪念日了。好。哎，算了吧，往哪混？
哪行？你不讲谁讲？必须讲。不是，我不会。你可以的。喂，盐帮萧炎不讲，谁讲？哎，大家注意了啊！有请萧帮主来给大家讲两句。讲两句。今天我们盐帮就正式成立了。那个大家都不会喝酒，我们就喝点水，意思一下。我们的宗旨就是，我们不欺负别人，别人也不准欺负我们。那个你们大家都推举我当帮主，好，那我就当。不过你们以后可得都听我的啊。我们都听你的。干！画本里面结盟不是都要摔碗的吗？你们不摔啊？哎，看他晚上怎么吃饭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间风水好一点的。哎，这家这家怎么样？不行，不好。去前面看吧。好吧。哎，小动物这家怎么样？哎，这家看起来挺大的，去看一下吧，薰儿。可以啊。师兄。我们找您商量个事儿吧。没问题啊，说吧。啊，我叫萧薰儿，我们都是盐帮的。看您这铺面大，您租我们一半呗。盐帮的，你们谁是萧炎啊？听说他在水房把老生们都打了一顿。我们都不是萧炎，萧炎正在炼药，没空来。萧炎还会炼制丹药？你们要租铺面可以，能量符都带够了吗？什么价位啊？还得请师兄明示。对，看在你们是新生的面子上，给你们优惠一下，一天6万。多少？疯了吧？哎，师兄，6万也太贵了吧？你们谁说了算呢？师兄，等一下，过来！6万太贵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没有人会还价吗？都不会还价？不会。师兄，一天6万确实不少，要不我们先站一个脚，然后把定金先交上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可以啊，先交2万吧。1万呗。走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不做了。你这个地方虽然大，但位置不太好，还这么贵，还不做了，走。就是，走。我在炼药系认识人，比你这个破铺面便宜多了。你不早说，多少钱啊？一天才几百个能量符。走，可便宜了呢。走，不做了。师兄，租不租再说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吗？这是我萧炎哥哥炼的高阶聚气散，吃下去立马能提升1段斗气，还能维持1个时辰呢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早拿出来？提升1段斗气，骗人的吧？我本来一颗都不想浪费的，萧炎哥哥辛辛苦苦练的，我打算全卖掉的。给我吃就浪费？不是，师哥，你试试看啊，很有用的。不会出人命吧？不太稳。2星斗士，厉害啊！有点意思。我之前也买过药榜的，说也是能提升1段斗气，可实际到不了。你们这货真价实啊！多少钱一颗？哎，300，我们打算卖300个能量符1颗，比药帮便宜1半。这样吧，丹药呢，每次给我20颗，
租金就不收你们了，后面挪你们一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师兄，谢谢师兄，谢谢师兄。昊天，你回去帮萧炎哥哥炼药，虎家、林秋芽留在这里收拾摊子，先卖药，然后中午我们再换班。好，没问题。哇，学了这么多年炼药，还不如学斗技的练得好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小心。今天太累了，就先到这儿吧。辛苦啦。哎，回来了。哇，炼这么多药啊！你不要命了？哇，你脸色怎么跟死人一样？哎，这个我就不吃了，我一会儿打会做就好。怎么样？今天挣得多吗？足9万多。我们用这些钱把地板换了，还有墙上的木料。对了，还有熏儿要的回廊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把这些卖了。如果还不够的话，我就再练。我不要回廊了，你这样太玩命了。他拿斗技点火，谁扛得住这么烧啊？哎，萧炎，你今天是没去市场？老生人挤人，人挨人的抢购我们的药。对面有个药帮的药铺，你猜怎么着？一颗药都没有卖出去。帮主，有客人来了。啊，有客人。师弟们早啊！在下药帮韩贤，前来拜会。哪位是萧帮主啊？我就是。这件事说起来怪我，不知道你们也在做丹药生意。要早知道的话，药材啊、摊位啊，我都给你们处理好，还需要你们这么折腾？现在认识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找药帮。那就多谢韩帮主了。我有几句不中听的话，想跟你们聊聊。您请说。药帮传到我这儿，80多人帮助，一直在迦南学院为师生们提供各种丹药。我们药帮都是丹王古河长老的亲传弟子，大家也都信服。可我今天才知道，还有几个师弟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价格居然比我低1半。你们是诚心来踢药帮的场子，还是对我们药帮有意见？这个是我们不对，我们刚刚开始卖药，对自己炼出的药还没有信心，所以才只卖那么低的价。以后就不会了，还请韩帮主见谅。还有，你的药哪儿来的？你自己炼的吗？你是炼药系的人吗？古河长老的亲传弟子里面有你的名字吗？啊！一群刚入校的新生出来卖药，又不是药帮的人，这药真吃出毛病来，是怪你们呢，
还是怪我？当然是怪我了。盐帮的药吃出任何问题，都是我萧炎的直接责任。盐帮嘛，一个名字而已。干脆你们盐帮直接挂在我们药帮的名下，摊子上挂着药帮的旗子，不就可以了？以后你们卖出去的药，4成归我，这样大家精诚团结，一起发达。分4成，抢啊！一个药帮的旗子就值这么多钱吗？我们盐帮虽小，但是还没有想过并到别的帮里。天底下的路，你走的，我也走的。韩帮主，在此多谢你的美意了。如果并进来，让你做药帮的2把手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干脆你来啊，来做盐帮的2把手呗。对，是。萧炎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刚进学院就想踢药帮的摊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还太嫩。别以为你们几个新生能搞出什么名堂。在水房打个架算什么呀？那都是不成器的老生。真正的迦南学院是什么样子的，你还没见识过呢。这是药帮下的战书，为了维护药帮的声誉，咱们擂台上见。不敢接，以后就永远不要踏入市场一步。我们走。韩仙什么级别？嗨，他就一3星大斗师。3星大斗师啊！又有麻烦了。干啥呀？走，看，各位同学们，1周肥波秀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校园金话筒肥波波先生上场。好了没有了？师兄弟姐妹们，我就是你们的波波。1周肥波秀由迦南学院药帮独家冠名播出，药帮聚气散，聚集斗气，颜值不散。谢谢大家送来热情的掌声。那今天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大家呢？来，有请！尊敬的长老、导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一直以来，药帮秉承严谨的炼药传统，把安心、放心、稳定的丹药作为立帮之本，并且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监督药物的责任，深得广大同学和长老院诸位长老的认可。近日来，学院里出了一个新的兴趣小组盐帮，他们不遵守炼药传统，土法提炼，粗制滥造，在市场上以次充好。很多同学和老师把辛辛苦苦攒下的能量符都买了这山寨丹药，上当受骗。药帮的帮主韩贤本着友好的态度与其交谈，盐帮态度恶劣，不思悔改，对土法炼药一意孤行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为了给学院师生打造一片修炼的净土，我们只能亮出正义之剑，
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要帮全体成员掌声鼓励一下。联邦的答复这儿这么大。联邦的答复是耀邦欠揍，联邦全体成员接受耀邦约战。好本领！帮主，好本领！你们说说，现在几星了？好像3星，不，好像4星。3星4星你都看不出来，这妥妥的4星啊！当初是谁告诉我说他们的药不管用的？是你吗？是谁？我记得有你吧？啊，说他们的药管用，怕您不高兴啊。那你们说，是他们的药管用，还是我们的药管用啊？你说，说真的，好像他们的药吃下去猛一点。帮主，身为本邦的军师，我有几个办法。趁我没把你狗头敲碎之前，赶紧说。第一，我们都吃他的药。你欠揍是不是？帮主，听我说完。这第二，我不听。我还以为多高明呢。帮主，这次比赛双方限定为5人，我们从邦里找5个3星大斗师不难吧？再说再把药吃下去，妥妥的上4星。这些新生们往死里练也不行啊。拳头还是硬的道理，我们赢了，没收他们的丹药，他们以后怎么生活，还不是过来求我们？以后高阶聚气伞这块就包给他们干，我们既能维持药邦的生意，能量符也能大把的赚啊。没想到你这狗脑袋还挺聪明的嘛。那事不宜迟，选人开练。这武林蝰蛇阵是我们佣兵团在魔兽山脉围捕魔兽、夺取魔晶的重要阵法。明日约战时，那韩贤一定会被他的手下保护在正中央，所以我们的3角形阵法可以撕破他们的防守阵型，就像撕破一道口子一样，直插他们的核心，将韩贤和他的手下隔离。大家记住，这个阵法一定要互相帮助，千万不能乱了阵脚。只要搞得他们群龙无首，就可以大大的破坏他们的士气。萧炎哥哥，我身法快，我在最前面吸引敌人，你用玄重尺逐个击破他们。好，身法快根本没用，攻大压力。他们几个根本不是第一次联手，不知道打了多少回了。斗气一封，你根本进不去。我看不如我在前面，用枪法破阵。擒贼先擒王，我先攻击韩邪，薰儿和凌霄崖同时进攻。胡家，你在后方支援我们，顺便保护下昊天。我没空保护他。萧炎，
你就不能找几个有能耐的上场吗？哎，瞧你这话说的。比赛的时候是允许服用丹药的。我们岩帮里面找丹药最快最准的就是昊天了，除了他呀，咱们找不到别人了。那肯定，我给你们加生命值啊，肯定不误事儿。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我第一个攻击韩显，薰儿和林修崖同时进攻。林修崖，你呢可以用最猛的斗气顶在最前面。薰儿，你的身法快，你就用短程打法攻击这两个。顾家，你呢就向前支援我和薰儿，向后保护昊天。这样我们始终有一个后备力量，进退都可以自如了。好，但是，我跟薰儿是9星斗者，虎家是8星，而昊天刚刚晋升为斗者。对方有5个3星大斗师，这骨头不太好啃。是不太好啃，难啃就不啃了，直接吞了吧。哎，如果我把高阶聚气散一口气吃2颗，是不是直接长2级啊？那你一口气吃80颗，那不直接成斗圣了？可能吗？人的身体可以容纳的斗气是有限的，我们岩帮的高阶聚气散，吃1颗可以在1个时辰之内提升1段斗气。可是你要一次性吃3、4颗，那就自杀，你的经脉、你的身体当时就嘣，直接爆了。到时候那些乱七八糟的吞我们一身，埋都没人给你埋啊！恶心死了！这就是叶分侍郎史第3式的新诀，记好了。记是记下了，可是拿着这么重的东西，还站在水面上使，这也太难了吧？只要你把内心放空了，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举得起来。我问你，植物靠什么活？阳光和水。那在没有阳光、没有水的地方，为什么有植物活着？为什么下雨可以把一个城冲垮，雷电可以把山石劈开呢？那是因为在我们周围有一股自然能量，它大到超乎你的想象。你要除去你心中的偏见，才能够感受到它。所谓斗气的运用，也就是对宇宙能量的运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看到那瀑布吗？好，去把它停下来。啊？去吧，可以的。只要你相信它会停下来，它就会停下来。收了你的斗气，不要跟他对抗，把自己想象成一块石头，是一块在地里沉睡了1000年的石头。这块石头现在需要洗个澡。
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林秀雅、虎家、薰儿，林秀雅，林秀雅，林秀雅，他平时睡觉不沉，什么情况？林秀雅，林秀雅，他身体怎么那么烫？发烧了。啊，这几天大家都太累了。哎，我可以了，别丢下我。消炎呢？消炎呢？我去看看。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还有1个时辰就要开打了。萧炎哥哥不开门啊！啊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他斗气很平稳啊，怎么就不醒呢？这下完了，主力都瘫痪了，他这练的什么功啊？林秀雅估计也不行了。我有个办法，把萧炎哥哥抬过去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他说他能参加，那就一定能参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啊。林秀雅不在，我们4打5还有胜算。万一萧炎不出战，我又是个废柴，我们还是弃权吧。哎，说什么脏气话呀？抬！出招很别致啊，看来是个大招，这一会儿一眨，还有还行。还不醒？要不咱们把他抬下去吧？光是抬下人笑话，就把咱们给笑话死了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他没在擂台上也没办法比赛啊。那给他抬上来也不能放第一个呀。那我们就变阵，把他放到昊天的位置，我打头阵，你第二个，昊天殿后。这万一要是他醒了，还能帮把手；要是醒不过来，放在后面也没事儿。行，兄弟们早啊！萧帮主，萧帮主，嘿，萧帮主怎么了？哼，吓晕了是不是？他在练功。现在练功，来得及吗？我大老远看着他们抬着尊佛爷上来，萧帮主倒是有模有样啊！哎呀，啊！你。萧
回家吧。怎么就你们4个人啊？他到底怎么了？还打不打了？他会醒的。要是一会儿他醒不了，你们可就是3个打5个了。你们确定不换人？我再说一遍学院约战的原则：刀剑无眼，拳脚无情。若是在比赛中出现有重伤或是导致他人死亡的迹象，我会出手相救。除此之外，裁判一律不会干涉。好，我检查一下你们的武器。昊天，你的武器呢？啊，这就是啊，攻防兼备，嘿嘿。嗯。
你说那韩仙想什么呢？我在魔兽山脉长大，见过被魔兽咬死的，没见过被吓死的。韩仙麻一代配头，装什么大牲口啊？就是，给那韩仙吓唬2句，我们盐帮就不卖药了。不卖药，我们吃什么？还有训练场，怎么维持？要是被别人听见你这个话，等着来欺负我们的人还不知道会有多少。那韩仙不是要打吗？那就打。不是林秀雅，你还打上瘾了？我们当初建立盐帮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忘了吗？我们是为了团结到一块儿，不受老生欺负的，不是为了整天约战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不找我打，他们可以轮番找你们单挑，他们找你打，找昊天打，找虎家打，他们3星大斗士一大堆，你们打得过吗？到了赛场上，我也帮不了你们的忙。到时候盐帮的成员个个遍体鳞伤，这学啊，我看也别上。我问你，不打，能量符从哪来？我们当初跟着你，就是想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如今这么大一帮人跟着盐帮，我们宁愿被打残，也不要跟着你当缩头乌龟。看你，我说一句你说一篇。你们2个呢？说一下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轩辕哥哥，我听你的。我倒觉得，其实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啊，到我这登记的炼药的学生，10之8九都是药帮的。那个韩贤不是说3星大斗师20几个吗？搞不好这20几个都到我们盐帮来了。你看。那还说什么？赶紧进入下一个议题。庆功宴吃什么？来，大家安静一下，请肖帮主为大家讲2句。吃你的饭，说什么呀说？萧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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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炎。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说说我们盐帮的规矩吧。今天有很多新入帮的兄弟们，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盐帮是怎么回事儿。这盐帮呀，就是我们一群新生所建立的帮会。最早建立起来呢，是在……你们都知道还要我说？反正呀，就是我们盐帮的人不允许欺负别人。要是让我知道咱们哪个兄弟在外面乱欺负人，你们就不用回盐帮了。但是同样的，谁要是被人欺负了，就回到我们家里，我们一起商量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我们盐帮就一起去收拾他。萧炎，韩帮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丢人！看着我打输了就心甘情愿给新生打工是吗？还要不要脸了？走就走吧，跟我说一声。过去药帮有亏待过你们半分吗？韩帮主，我给你的药你要吃啊，斗气滞留在体内，可是很危险的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萧炎。药铺你不用抢，都是你的。你敢不敢不用尺子再跟我打一次？还打呀？今天不把你收拾掉，我也没脸在迦南学院混了。来！
不用尺子，你就形同废物。大家奉陪，药就别吃了。哎呦，挺热闹啊！觉得校规没用是吗？